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监察院长陈菊，因为身体无舒适，请假1年外。昨总统府发公告，讲陈菊已经请辞监察院长，为2月初1开始应效。不过，这项人事案嘛引发到哪力的论战。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批评民进党的处理方式是害陈菊违背道义。啊，那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是来回击，讲请领会政客，唔通阁来破坏到陈菊的名声。另外，有关到监察院长的亏，总统府讲无新的人选，由副院长李鸿钧继续代理。希望菊姐能够早日康复。一句总统级的指示是献予监察院长陈菊，因为2024年年底，伊就开始请病假，就伫咧今年1月28。总统府公告，陈菊已经请辞，嘛甲伊免职，会伫咧2月初1生效。只不过这人事案随后哪料伫咧小结。我也坦白讲哈，民进党关于陈菊院长的这个人事处理的方式，一是陷陈菊于不义啦。我们希望这些冷血的政客停止对于陈菊院长的污蔑攻击。陈菊辞职了后，监察院长的会，总统府讲会请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来代理院长的位，也就是讲暂时未有新的人选。进一步来看监察院长的任命，由总统提名了后，经由立法院投票同意任命。不过同意的这还爱达到2分之一，也就是113席立委内底，上少有57席同意。不过目前调小野党进行要通过，恐惊不较简单。只不过陈菊请假1年过来，若是以13个月计算，期间已放弃大个月36万的薪水，拢总差不多468万新台票。我们最盼望就是菊姐的身体健康可以尽快恢复。好，那目前我知道的就是有好一点。对他不舍了哈，因为他一辈子为台湾、为高雄的付出，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陈菊因为破病请辞，正式离开院长的位，不过嘛，搁一摆互哪料伫咧论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